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金寶莉嘅 Cathy。平時聽得最多，大家話越瞓越攰，條頸又酸又痛。今日我就帶大家直接入我哋嘅陳列室，等我呢個枕頭專家話你知點樣可以一覺瞓到大天光。喺介紹第一款之前，先話個小秘密你知。今日同大家分享嘅呢3款主角，全部都用咗抗病毒布料，用得安心又衛生。好啦，即刻同我轉個 camera 視角，一齊去睇下我哋今日嘅第一款主角 RVR001 舒壓枕。佢採用咗太空記憶物料，配埋獨特嘅人體工學弧形設計，可以有效承托你嘅頸椎，等你成個頭、肩、頸都享受到零壓力。睇完第一款 RVR001 係咪覺得好正呢？未算啊，即刻睇埋我手上呢款專門針對條頸嘅 RVR002 護頸枕，保證你仲驚喜。呢款 RVR002 犀利啦，專救平時成日打鼻鼾或者起身發覺頸痛嘅朋友。你睇佢獨特嘅 3D 弧形工學設計，完美承托條頸，條氣順晒，仲有抗病毒認證枕套，快入手啦！好啦，最後帶大家睇埋今日嘅終極主角 RVR003 全能控頸枕，過嚟啦！呢個就係 RVR003 全能控頸枕，太空記憶棉一壓超綿密，可以改善血液循環，全方位護頸，即刻過嚟搶購啦！你睇條頸位被完美包裹住，真係好似瞓喺雲上面咁舒服。好啦，今日幫大家一口氣開箱晒呢3款神級枕頭，邊款最令你心動呢？希望大家都可以一覺瞓到大天光。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